对姐姐，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他那花花肠子里在想什么，我最清楚了。杨伯伯，红影来看您了。敬完这杯酒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到您的坟前前来祭拜。不过，请您放心，红影就是拼了这条性命，也会把冬晴平安地送出城。只是你这杀人魔头一日不除，我爹何以安息？冬晴，你居然还有脸来看我爹！虽然我与杨伯父无师徒之名，但他却是我的启蒙恩师。临行之前，理当来此拜别。既然你还知道我爹是你的启蒙恩师，那你怎么忍心眼睁睁看着他受尽酷刑的折磨，见死不救？就算我爹不是你亲手杀的，你也一定脱不了干系。为什么到了现在，你还不肯告诉我，究竟谁才是凶手？你到底想隐瞒什么？我不想隐瞒什么，但是有些话我绝不能说。你不报仇就算了，现在居然也不让我为我爹报仇，你欺师灭祖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我之间的确无话可说了。叶红影，尽管我不知道你这次为什么要帮我们离开无锡城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绝不会因此而把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。等人愿和其他人都安全离开了无锡城，也就是我们做了断的时候。看来我们之间必须决一生死。我等你。不孝女儿来看你，明日我就要护送顾大人的遗孤离开无锡。此次别后，生死未卜，女儿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能再来祭拜爹。如果女儿遇到什么不测，不能再来看望爹的，还望爹的原谅女儿的不孝。冬晴姑娘，有件事儿，我想请你帮帮我。我知道你们不肯原谅我，但是就算是我千错万错，那我毕竟是爱弟的亲爹呀。这次马上非要随着你们出城，我们家爱弟肯定是死活要跟着去。他这一走，我这个做爹的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再见到他。人心毕竟是肉长的，就算我是人渣中的人渣，那毕竟我还是个人吧。我是真舍不得我这个女儿。你要我怎么帮你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办得到。办得到，办得到，这件事你一定办得到。我们家爱弟他最听你的。说吧。我想见见爱弟。冬琪姐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哎呀，跟我来吧。哼，女儿。爱弟啊，就算你爹他再怎么让人失望，可他毕竟还是你的亲爹啊。明天我们就要冒死出城了，到时候谁也照顾不了谁，生死难料。
你还是快趁现在，赶快跟你爹聊聊吧。别像动情我似的，我现在想跟我爹说说话，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听我的，别给自己留下太多遗憾。艾迪，那个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要就想跟我说这个，行，你说完了，我也听完了，走吧。不，女儿，你瞧瞧你爹，几日不见，我是不是都瘦了好几圈了？瘦了？你红光满面的，没觉着你瘦了，你反而胖了。那怎么可能呢？我想你想的是吃不下睡不着的。你没发现你爹是不是憔悴了很多，老了很多呀？对呀，你是憔悴了，是老了。你天天上醉月楼喝花酒找女人，你能不老吗？能不憔悴吗？你别把你爹说的乱七八糟的好不好？我以前那些坏毛病，我现在全都改了。再说醉月楼也没了，我上哪儿喝花酒去？对啊，醉月楼是没了，可这无锡城里寻花问柳的地方多的是，没有醉月楼还有别的楼呢。我就不信你能闲得住。艾迪，你为什么不能相信你爹呢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从我记事起，你就没有做过一样正经事儿。这次华姨的死，虽然不是你亲手害的，可是你的责任一样不小。我说过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也知道错了，我也愿意道歉，我也有勇气道歉。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呢？你让我怎么原谅你？道歉有用吗？道歉花姨能活过来吗？好，就算我千错万错，可是我毕竟是你的亲爹呀。以后别再说你是我爹了。别的女儿都把爹当成是自己的骄傲，可我有你这样的爹，我真的觉得很耻辱。艾迪，你是爹的心头肉啊！我求你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要我原谅你很简单，除非你能彻头彻尾地改变自己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彻头彻尾地改变自己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可能吗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我都不相信。你能相信你自己吗？太难了。艾迪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我糊里糊涂的过了大半辈子了，要我彻头彻尾的改变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哼，别说艾迪不相信，就连我自己都不信。师傅，这是我仅剩下的钱了，各地的票号都能兑现，拿着。不，师傅，您给我的已经够多了。这是你应得的，若是没有你，我无论想尽各种办法也出不了城。谢谢，师傅。说句实话，我帮您不是为了钱。您知道吗？刚才您那句谢谢，我听在耳朵里，我有多开心。那是多少金银财宝都换不来的。
师傅，只要是您的事儿，我都会尽心尽力的把它办好。谁让您是我的师傅，我一辈子唯一的师傅。不要再叫我师傅了，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我的徒弟。为什么？我为你做牛做马做了那么多事情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感动吗？你所做的一切，我只能说声谢谢。也许我真的不配当您的徒弟。我没有必要回答你。过了明天，你我就分道扬镳，再也不会见面了。你不认我这个徒弟没关系，在我心目当中，你永远是我的师傅。人们都说，只要对你许愿，愿望就可以成真。但是，我现在就是再怎么对你许愿，恐怕都不能实现。为什么和我势不两立的人，偏偏是让我魂牵梦系、久久不能忘怀的那个人呢？东强，马尚飞，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？明天一早我们还得赶路呢。我知道，外边天凉，看你还没睡，特地给你熬了一碗姜汤，趁热喝了啊！你不需要这么麻烦。看你说的，不麻烦，这有什么麻烦的？咱们都是在江湖上飘的人，互相照顾是应该的。我不需要人照顾。哎呀，看你说的，姑娘就是被人疼、被人照顾的。哎，你爹娘也不在了，花姨又走了，我有的时候看你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。说实话，我的心真的挺难受的。我也想被人关心，被人照顾。可是像我这样一个朝廷钦犯，只会连累那些关心我的人和照顾我的人，惹来杀身之祸。我这又何苦呢？我何苦害人？我更不想害人。我不怕连累，我也不怕什么杀身之祸。别说杀一次了，杀我10次我都愿意。冬青姑娘，如果你要愿意的话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。你？对，我，当然是我。我知道，我没什么经验，我连小少爷都照顾不好。我试试现在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对我的心意，我都能明白。啊？真的吗，冬青姑娘？那个，冬青姑娘，那也就是说，你愿意让我照顾你，关心你？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我们彼此关心，互相照顾，是应该的。那这碗汤，我是习武之人，身子骨强，倒是你，别看你这一身肥肉，夜里风寒，你可顶不住。所以这姜汤啊，还是你喝了吧。啊？可是我特意给你熬的，特浓。那我现在再把这碗姜汤转送给你，就当是我的心意，难道你不愿意接受吗？真的呀？你给我什么我都喝。
杯水喝。马上飞，你给我倒水给我喝。干什么呀你啊？给我。你去干什么？这汤是冬青姑娘给我的，谁也不行喝，就是你爷爷来了也不行。姐姐，马上飞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跟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？我没跟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，我只是跟他说，咱们大伙儿出门在外，应该彼此关心，彼此照顾。啊？你怎么能跟他说彼此关心、彼此照顾呢？你跟英雄哥哥才是天生的一对，地造的一双啊！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要再胡说，我可生气了啊！再说，我一直都把马上飞当成兄长一样，我跟他这么说，我有什么错啊？哎呀，姐姐，你把他当成兄长，他可不是这么想的。他对姐姐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他那花花肠子里在想什么，我最清楚了。姐姐，你千万别给他希望哦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马上飞他心地善良，是个好人，你呀别再胡说八道了。哎，我说你这小脑袋瓜儿，一天到晚在想什么呢？大人的事儿，你一个小孩懂什么呀？哎呀，姐姐，你听我说，我懂，我当然懂，你听我说呀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跟你说这么多，真是浪费我的时间。我一定得帮英雄哥哥盯紧马上飞，绝不能让马上飞破坏了英雄哥哥和姐姐的感情。对了，我有办法了！哎呦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你相公马上飞要跟别的女人跑了。什么？我相公要跟别的女人跑了？你那个不要脸的臭女人！我给他拼了！哎呀，是我姐姐，冬青姐。嗨，我还以为谁呢？小少爷，请你以后不要开这样的玩笑，谢谢。哎呀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要是你再不想办法的话，那坏事降临就来不及了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你赶快回去睡觉吧，啊，乖。哎呀，我都被星期一出买朋友跑来告诉你这个坏消息，你就不紧张啊？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呀？我相公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给他发一个钉耙吧，他往那儿一站，还以为哟，那不是猪八戒吗？再说了，人家冬青姐可是有心上人的，那个心上人就是我师公叶红影，而且我跟冬青姐情同姐妹，她是不可能勾引我相公的。我姐姐是不会这么想，那马上飞呢？马上飞会这么想啊？你想想啊，你比我姐姐长得漂亮吗？那她比我差了一点点。那你书念的比我姐姐多吗？那她还是比我差了一点点。那你武功比我姐姐练得高强吗？那她还是比我差了那么一点点。哼，那我姐姐有什么优点是你没有的？我有的优点吧，她全部都没有；她有的优点吧，我全部都有。那就对了。既然你样样都是优点，马上飞不喜欢你还喜欢我姐姐，那是为什么呀？而且我早就知道，马上飞对我姐姐早没安好心了。啊，那小少爷，那我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早就有办法了。你有办法？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小少爷，以后我的幸福可全部都交给你了。